做伙读圣经，今仔日6月7日，做伙来读列王记下卷第13章到第17章。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第13章，犹大王亚哈谢的囝约哈斯做王第23年，耶户的囝约哈斯伫撒玛利亚做王，统治以色列17年。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对尼八的囝耶罗波安的所做，互以色列人含了罪，拢无停止。上主就对以色列人发生气，几若遍将因交伫苏利亚王哈实甲伊的囝便哈达的手。约哈斯恳求上主，上主听伊的祈祷，因为伊有看见以色列人受苏利亚王制压。上主赏赐以色列一个拯救者，救因脱离苏利亚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悠然平安住伫因家己的厝，毋过因无离开耶罗波安的家所行的路，互以色列人陷落罪，继续犯罪。伫撒玛利亚阿瑟拉的条上要留地。苏利亚王打败以色列，吞打因亲像在吞打五谷场的土沙。苏利亚王只有稳准约哈斯留马兵50，战车10台，甲步兵1万。约哈斯其他的事迹，伊所做的事甲成就，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约哈斯转去伊的列祖遐了后，安葬伫撒玛利亚。伊的囝约哈斯续接伊做王。犹大王约哈斯37年，约哈斯的囝约哈斯伫撒玛利亚做王，做以色列王16年。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无离开尼八的囝耶罗波安的路，互以色列人陷落罪，继续犯罪。约哈斯其他的事迹，伊的所做，以及伊甲犹大王阿玛谢交战勇勇的事，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约哈斯转去伊的列祖遐，甲以色列遮的王做伙安葬伫撒玛利亚。伊的囝耶罗波安二世坐王位。伊丽莎患着致命的病，以色列王约哈斯落来看伊，趴伫伊的面前提口，讲：师傅啊，师傅啊！以色列的战车甲马兵啊！伊丽莎对伊讲：你去拿金钱，伊就去拿金甲钱来。伊丽莎阁甲以色列王讲：你准备开弓，伊就准备开弓。伊丽莎甲王的手划地讲：你拍开东边的窗啊，伊就拍开。伊丽莎讲：射箭，伊就射箭。伊丽莎讲：这是上主胜利的箭。赚赢苏利亚人的钱，你会伫阿弗攻击苏利亚人，彻底甲因消灭。伊丽莎佮讲，钱举起来，伊就甲钱举起来。伊丽莎佮甲王讲，拍涂骹，王拍3遍就停地。上帝中央的人对伊生气讲，你应该着拍5-6遍。才会当拍败苏利亚，彻底甲伊消灭。但你只有会当拍败苏利亚人3遍。伊丽莎死，人甲伊埋葬。当年春天，摩押人回来侵犯以色列，有一遍，有人拄仔在埋葬死人，忽然看到规阵摩押人，就将死人迄伫伊丽莎的墓内，赶紧逃走。死人一个磕着伊丽莎的骨头就搁活徛起来。约哈斯的老爸约哈斯在位的时，苏利亚王哈斯常常制压以色列人。毋过上主因为伊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犹原施恩
互以色列人民因眷顾因，毋甘甲因剿灭，毋甘甲因放散。叙利亚王哈西死，伊的囝便哈达煞接伊做王。以前哈西甲约哈斯交战，对伊的手攻出骨力的城。约哈斯的囝约哈斯三遍拍败哈西的囝便哈达，收回遐个城。第14章，约哈斯的囝以色列王约哈斯第2年，约哈斯的囝阿玛谢开始做犹大王，伊即位的时25岁，伫耶路撒冷做王29年。伊的老母叫做约亚丹，是耶路撒冷人。阿玛谢做上主看最好的事，毋过无亲像伊的祖先大笔，伊有权照伊的老爸约哈斯的所做去做，无拆毁山头坛，人民继续伫遐献祭烧香。阿玛谢的王权一个坚固，就将杀死伊老爸犹大王遐个人神处死。毋过，伊无杀死遐人神的囝儿，是照摩西律法的册所记载上主的命令，毋通因为囝儿的所做甲老爸处死，嘛毋通因为老爸的所做甲囝儿处死。逐个人着因为家己的罪死。阿玛谢伫盐的山谷杀死以东10000人，搁公主西拉，甲伊改名做约帖，到今仔日。迄时阿玛谢派使者去见亚户的孙约哈斯的囝以色列王约哈斯，讲：来，咱来战场拼输赢。以色列王约哈斯派使者去甲犹大王阿玛谢讲：黎巴嫩的草刺找使者去见黎巴嫩的伯兄秀，讲：你的查某囝互我的囝做某。后来，黎巴嫩有一只野兽经过，甲草刺吞打。你已经弹赢以东，心就骄傲丧势。你点恁兜享受你阳光就好。若要举灾祸，互你本身甲犹大国做伙灭亡。毋过阿玛谢听袂落去，以色列王约哈斯就上来，伫犹大的伯示麦甲犹大王阿玛谢交战。犹大互以色列拍败，逐个人走倒去因兜。以色列王约哈斯伫遐掠着犹大王阿玛谢，搁来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对以法莲门到角门约200公尺。约哈斯将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府库所有金银甲器具拢摕去，搁掠人做银质，才倒去撒玛利亚。约哈斯其他的事业，伊的所做甲成就，以及甲犹大王阿玛谢交战的事，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约哈斯倒去伊的列祖遐，甲以色列遮的王做伙安葬伫撒玛利亚。伊的囝耶罗波安二世煞接伊做王。约哈斯的囝以色列王约哈斯死了，约哈斯的囝犹大王阿玛谢搁再活15年。阿玛谢其他的事迹拢记载伫犹大列王书。伫耶路撒冷有人计谋要害阿玛谢，伊就逃走去拉吉，因派人入到拉吉，伫遐甲伊杀死。人用马将伊的尸体载转来耶路撒冷，将伊安葬伫大卫城列祖的墓地。犹大的人民设立何西阿煞接伊的老爸阿玛谢做王。迄时伊16岁。阿玛谢王倒去伊的列祖遐了后，乌利亚收回伊拉他
归属犹大国，搁甲伊收割。约哈斯的囝犹大王阿玛谢第15年，约哈斯的囝亚罗波安二世伫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伊做王共41年。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无离开尼伯的囝亚罗波安的路，互以色列人陷落罪。伊收回以色列边界的地，对哈马隘口到死海，拄拄照上主以色列的上帝通过伊的仆人加德希弗人阿米泰的囝先知约纳所讲的话。上主看见以色列人无论是自由的还是无自由的，拢受极大的苦难，嘛无人帮助因。上主决意无要对天的撤销以色列的名，就通过约哈斯的囝亚罗波安二世解救因。亚罗波安二世其他的事迹，伊的所做甲成就，以及伊安怎校正，安怎将以前属犹大的大马士革甲哈马收回归属以色列，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亚罗波安二世转去伊的列祖先以色列遐王遐，伊的囝撒加利亚煞接伊做王。第15章，以色列王亚罗波安二世第27年，阿玛谢的囝乌西亚开始做犹大王。伊即位的时16岁，伫耶路撒冷做王52年。伊的老母叫做雅克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乌西亚做上主看做好的事，照伊的老爸阿玛谢的所做去做。毋过山头坛也未废除，人民有缘伫遐献祭烧香。上主降灾祸，互王一生得到严重的皮肤病，伊就住伫受隔离的厝。伊的囝约坦管理王家的事，治理国政。乌西亚其他的事迹甲伊的所做，拢记伫犹大列王书。乌西亚转去伊的列祖遐，人甲伊安葬伫大卫城。伊的祖先的墓，伊的囝约坦煞接伊做王。犹大王乌西亚第38年，亚罗波安二世的囝撒加利亚伫撒玛利亚做王，统治以色列6月日久。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照伊的祖先的所做，无离开尼伯的囝亚罗波安的路，互以色列人陷落罪。亚比的囝沙龙背叛撒加利亚，伫人民的面前甲伊刣死，篡伊的位。撒加利亚其他的事迹，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上主捌对亚胡讲：你的子孙会坐以色列的王位到第4代。这个话就安尼实现。犹大王乌西亚第39年，亚比的囝沙龙伫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1月日久。加底的囝米拿恨对得撒上去撒玛利亚，杀死亚比的囝沙龙，篡伊的位。沙龙其他的事迹，甲伊背叛的阴谋，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迄时，米拿恨对得撒去攻打提菲撒，甲城内的居民以及四围的地区，因为城内的人毋肯投降，米拿恨就甲因剿灭，甚至破开所有有心的附近人的腹肚。犹大王乌西亚第39年，加底的囝米拿恨做王，伫撒玛利亚统治以色列10年。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一世人无离开尼伯的囝亚罗波安的路，互以色列人陷落罪。亚述王提吉拉比列色来侵犯以色列，米拿恨送援34000公军，互亚述王，求伊帮赞坚固王权。米拿恨强迫
以色列的好野人负担这个银，逐个人出570公克，送予亚述王。亚述王就倒去伊本国。米拿恨其他的事迹，甲伊的所做，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米拿恨转去伊的列祖遐，伊的囝比加合煞接伊做王。犹大王乌西亚第50年，米拿恨的囝比加合伫撒玛利亚做王，统治以色列2年。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无离开尼巴的囝耶罗波安的路，互以色列人陷落罪。伊的侍卫官利玛利的囝比加背叛，伫撒玛利亚王宫的堡垒甲伊杀死，篡伊的位。用魔的人有阿尼戈别、阿里亚以及50个基列人，比加合其他的事迹，甲伊的所做，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犹大王乌西亚第52年，利玛利的囝比加伫撒玛利亚做王，统治以色列20年。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无离开尼巴的囝耶罗波安的路，互以色列人陷落罪。比加做以色列王的时，亚述王提吉拉、比列色、公主以魂、阿伯别玛加、阿那、基利斯甲哈索遮的城，基列、加利利以及拿弗他利全地区，搁将遐的居民拢掠去亚述。乌西亚的囝约坦第20年，伊拉的囝何西亚背叛利玛利的囝比加，甲伊杀死，篡伊的位。比加其他的事迹，甲伊的所做，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利玛利的囝以色列王比加第2年，约西亚的囝约坦开始做犹大王。伊继位的时25岁，伫耶路撒冷做王16年。伊的老母叫做耶路撒，是撒督的查某囝。约坦做上主看做好的事，照伊的老爸约西亚的所做去做。毋过山头坛还未废除，人民犹原伫遐献祭烧香。约坦去上主圣殿的上门。约坦其他的事迹，甲伊的所做，拢记载伫犹大列王书。迄时，上主开始找叙利亚王利顺甲利玛利的囝以色列王比加去攻击犹大。约坦转去伊的列祖遐，安葬伫伊的祖大卫的城。伊的祖先会亡，伊的囝阿哈斯煞接伊做王。第16章，利玛利的囝以色列王比加第17年，约坦的囝阿哈斯开始做犹大王。阿哈斯继位的时20岁，伫耶路撒冷做王16年。伊无亲像伊的祖先大卫做上主伊的上帝看做好的事，颠倒去行以色列遐的王的路，甚至烧伊家己的囝献做祭，而上主伫因面前赶出的列国所做可恶的事，搁伫山头坛逐个山仑仔逐丛青翠的树下面献祭烧香。迄时，叙利亚王利顺甲利玛利的囝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击耶路撒冷，围困阿哈斯，毋过拍袂赢伊。当时，叙利亚王利顺收回以拉他归属叙利亚，赶犹大人出以拉他。以东人就来以拉他徛起，到今仔日，阿哈斯派使者去见亚述王提吉拉比列色，
讲：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囝。叙利亚王甲以色列王攻击我，请来救我脱离因的手。亚哈斯将上主殿内甲王宫府库所有的金银做礼物送予亚述王。亚述王答应，就去攻打大马士革，攻取这个城，掠遐个居民去吉尼，搁杀死自身。亚哈斯王去大马士革，要迎接亚述王提吉拉比勒色。伊伫大马士革看到一座坛，亚哈斯王将迄个坛的款式、详细的图样甲做法，寄予祭司乌利亚。祭司乌利亚就伫亚哈斯王还未对大马士革倒来以前，照亚哈斯王对大马士革寄来的图样起一座坛。王对大马士革倒来，看到坛惊活去，伫迄顶面献祭，伊献烧化祭、素祭甲电酒祭，将平安祭的血绣伫坛顶。伊阁将上主面前的铜坛，就是伫新的坛甲圣殿中间的铜坛，对殿的头前刷起，下伫新的坛的北边。亚哈斯王命令祭司乌利亚讲：早起时的烧化祭，下晡时的素祭，王的烧化祭甲素祭，国内人民的烧化祭、素祭甲奠酒祭，拢着伫大坛的顶面献。烧化祭甲其他生礼的血，着绣伫大坛的顶面。铜坛我要做求问的路用。祭司乌利亚就照亚哈斯王的命令去做。亚哈斯王拆遐个盆座的刀旁，将盆对遐个盆座刷落来，佮将东海对12只铜牛顶面搬落来，下伫铺石板的地面。伊佮因为亚述王的缘故，将圣殿安息日的走廊甲王专用入来圣殿的外门拢拆掉。亚哈斯其他的所做，拢记载伫犹大列王书。亚哈斯转去伊的列祖遐，安葬伫大卫城。伊的祖先的墓，伊的囝希西家煞接伊做王。第17章，犹大王亚哈斯第12年，伊拉的囝何西阿伫撒玛利亚开始做王，统治以色列9年。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毋过无亲像以前以色列遮的王。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阿投降，甲伊进贡。后来何西阿派使者去见埃及王说，请求援助，无亲像过去每年进贡亚述王。亚述王知何西阿背叛，就甲伊掠起来，关伫加尼。亚述王上来攻打以色列，围困撒玛利亚3年久。何西阿第9年，亚述王攻取撒玛利亚，佮将以色列人掠去亚述，互因住伫哈勒、哥萨地区的哈伯河边，以及米底亚人的城。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上主因的上帝，伊有带因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因却去拜别个神明，去对互上主伫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列国，甲以色列列王所设的风俗规例。以色列人暗中做毋对的事，得罪上主因的上帝，伫因所有徛起的所在，对简单有守望台的装饰，到有
堡垒的城，去山头段，因伫逐个悬的沙轮仔，逐丛青翠的树下面，做跳相，甲阿瑟拉女神，搁伫逐个山头段烧香，学遐个互上主伫因面前赶出的列国的所做，做邪恶的事，激上主生气，搁拜上主禁止因拜的偶像。上主捌切恳众先知甲先见，警戒以色列甲犹大，讲：着离开恁的歹行为，接受我的诫命甲规例，着遵守我全部的律法，就是我命令恁的列祖，甲通过我的仆人众先知传互恁的。毋过因毋听谈，亲像因的列祖硬心固执，毋肯悔改，毋信服上主因的上帝，因弃杀上主的规例，以及伊甲因的列祖所立的约，毋听伊的警戒，去拜虚假的神明，直到家己成做空虚。虽然上主捌命令因毋通学周围列国的所做，因犹原去学因。因弃杀上主因的上帝所有诫命，为家己铸造2只牛仔的像，做阿瑟拉女神的雕像，敬拜天顶的万象，何塞巴力，因烧因的查某囝献做祭，搁抽签卜卦，行邪术，做上主看做歹的事，来出卖家己，激上主生气。所以上主对以色列人发大生气，对伊的面前甲因赶出去。只有剩犹大一个支族，犹大嘛无遵趁上主因的上帝命令，颠倒学以色列的风俗规例。上主弃杀以色列所有的后代，甲因苦楚，将因交互抢夺因的人，最后对因的面前甲因赶出去。以色列对大笔家分裂出去，就设立尼巴的囝亚罗波安做王。亚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互因无顺趁上主，含了大罪。以色列人继续犯亚罗波安隆重的罪，最后上主甲以色列对因的面前赶出去，拄拄照伊通过伊的仆人众先知所讲的，安尼以色列受了离开因的家乡，去到亚述，直到今仔日。亚述王对巴比伦、古他、阿瓦、哈马、甲西法瓦因、陈沙人来住伫撒玛利亚逐个城，代替以色列人，因就占领撒玛利亚，住伫遐城。因拄啊住伫遐时，无拜上主，所以上主就互狮入去因中间，咬死一寡人。有人对亚述王讲：你陈沙去住伫撒玛利亚遐城的逐族的人，毋知迄所在的上帝的规例，所以伊互狮入去因中间，咬死因，因为因毋知迄所在的上帝的规例。亚述王就命令讲，就互对遐掠来的一个祭司倒去，互伊住伫遐，用迄所在的上帝的规例教导因。安尼就一个对撒玛利亚互人掠去的祭司倒来，住伫伯特利，教因着安怎敬畏上主。毋过逐族的人伫因徛起的城做因家乡的神明，安置伫撒玛利亚人以前做的山头段，巴比伦人做苏格比纳的像，古他人做列甲的像，哈马人做阿西玛的像，阿瓦人做列哈甲塔尼塔的像，西法瓦因人烧囝儿献互西法瓦因的神明阿德米勒甲阿纳米勒，因拜上主，毋过嘛对因中间设立人做山头段的祭司，替因伫山头段献祭。
因拜上主，佮照因逐国诶风俗规例服侍家己诶神明。到今仔日，因犹原照以前诶风俗伫做，无敬畏上主，无遵趁上主吩咐哪国后代诶规例、命令、律法甲诫命。上主有甲哪国诶号名叫做以色列。上主捌甲因立约，吩咐因讲，毋通拜别个神明，毋通跪拜因，毋通服侍因，嘛毋通甲因献祭。只有迄位伸手大权能诶手带恁出埃及诶上主，恁着敬畏伊、跪拜伊，对伊献祭。我写互恁诶规例、命令、律法甲诫命，恁应该永远接受顺趁，毋通拜别个神明。我甲恁立诶约，恁毋通袂记得，嘛毋通拜别个神明，只有着敬畏上主恁诶上帝，伊就会救恁脱离恁一切对敌诶手。毋过伊毋听从，犹原照以前诶风俗伫做，安尼才会对列国迁徙来诶人拜上主，佮服侍因诶偶像，因会行行顺顺到今仔日，嘛拢学因诶祖先安尼伫做。咱今仔读诶圣经节伫列王记下卷第13章到第17章。